菲律賓公布風災死亡人數超過3633人，高過總統貝尼尼奧阿基諾原先估計2000到2500人。聯合國話，菲律賓社會福利部提供嘅數字表示，遇難人數達到4460人，92萬人流離失所，受災人數1180萬人。當地紅十字會估計失蹤人數將高達25000人。災區救災進度緩慢，當地輿論批評阿基諾處理救災不力。重災區塔克洛班同萊特省仍然混亂，猶如無政府狀態。有塔克洛班市嘅官員批評阿基諾故意淡化災情，係要避免引發民眾恐慌。雖然國際社會嘅救災物資已經運送到當地，但由於缺乏有效嘅分發，大部分災民仍然未得到食物同埋藥物。災區環境惡劣，不時傳出惡臭。美軍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率領船隊前晚抵達薩馬島，艦上嘅直升機同埋人員向災區空投糧水。美軍醫療組亦都上岸援助災民。菲律賓外交部透露，國際社會已經承諾提供1億2000多萬美元救災援助。